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名路学院。我呢就是今日嘅先生，咩係大家嘅主持人咯，就是你家。哇，今日呢，因為講下嚟學習一個客家話咧，其實啊，今日嘅課程啊，大家接送都會用到哦，應該係講超級好用的課程。用白講呢，因為大家啊，大三年都有一個書記。故所呢，今日安利嘅主題課程就是大天花。哇，唔過又係大天花，當初唔係安用嗬，當初佢上到你下安用錯冇啊？因為時代嘅進步，故所一下天花呢，其實呢咪見來見科技，大三年呢都有一智慧型手機。故所呢講到天花啊，真的呢就是不能離開我們，對嗎？講到呀主題呢，大家呢應該都用得到哦。唔過啊，講到大天花呀主題，今日呢，你會分咗寫呢小小的短片，也是小課程呢，分片呢就是愛老大家小嘅，用班來接聽電話，還個詢問，還個呢呀天花老書記相關的詞彙，用天花來聽位，還個辦公室。接送用嘅天花用語，一條呢，其實大家都接送用得到個。前面呢，你會用複習嘅方式來教大家，幫大家呢更加印象今天的課程咯。那今天的課程我教大家，啲接天花也係呢，需要大天花嘅時間本拼音。你做得講哪條嘅方言呢？唔啲大家啊，會搶愛愛用麼？啲科技啊，見來見發達嘅世界，大三年呢，聽說有一個智慧型手機，韓國呀智慧型手機，聽說有名路錯冇啊？故所啊，講到大天花，當場有對人嗬，係唔係老愛強用？接天花嘅世界都會知道有一些嚟講，因為大家都同關係，我來傳訊息嚟錯冇？唔過啊，講到今日嘅課程，我相信大家啊，啲老上分人講天花嘅時間，應該就唔會知道按上分了。但是啊，講到呀大天花啊，大家可能會知道有些講，有些上分。唔過看到本人嘅時間，有同像情難那個感覺錯冇啊？相信大家今日呢。看晒嚟嘅課程以後，就做得好多咧，當到大天花嘅用語，嘅下一擺接到天花嘅時節，就唔會像愛強用，安靜中講唔出話咧。相信大家呢，講到今日嘅課程，等下還係有一當成績嘅短片咯，一下然就向下來看一下，阿芬接到一通天花嘅時節，唔知係馬莎打過來嘅喏，韓國啊，幾對話又會發生那條神奇嘅故事呢？一下就向下來看咯。